做得来，就想讲哎，讲试示范一下，俾大家看下，像压下压下，就是安尼个那个都金钻，金钻凤梨哈。啊，太不用来弹看看它的声音，你弹个嗓。而家彈，跟觀眾朋友彈一聲，都係一種嘅聲都冇唔錯嘅。哦，清脆。係。哦，清脆的聲音的話，表示伊底不會水唔會過度。嗯哼。水冇過度，伊都過油。一肉質就會下油的。過油品質比較好。係一個甜度咩油啦。有啊，水分其實有拉嘅。嗯哼。啊，水分冇按到，點到伊係控過久，過耐控。所以講。水分冇按到嘅時間，自己冰嘅時間做得冰較多年。像一般來講，鳳梨摘落來嗬，做得冰1舊嘅時間。哦，一般嘅鳳梨差唔多3日5日。係3到5日嘅時間。啊，硬嘅有機嘅1禮拜10日冇問題，2批至3批。係。因為講硬嘅有機鳳梨，伊是過細粒，哦啊，伊過耐控。係。哦，按一般嘅鳳梨唔控係。伊地大下尾出水都洗門呢，錯啊！啊，樣做會冇上去設計嘅。啊，地杯都水。冇做會拿來賣，主要講做鳳梨餅，加啲位標梨嘛嘅係，安尼。而且一下呢，日先來手機哦，一個想講熟鳳梨，韓國呢對一個鳳梨食本了解嘅人呢林太哥，好。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林敏祥啊，我是紅旗有機農場北部的行銷經理。哦，即係講專門來做行銷，韓國呢對一個鳳梨咩食款的了解，係像一個吃鳳梨啊，嗬，真係就係講真實咧，都懂到你就吃到懂頭拿痛嘅問題，係咪都請林太哥來老太家示範下，怎樣來吃鳳梨？好，那我現在開始在教大家怎麼來先削鳳梨，好，現在可以開始嗎？係，所謂的，人家嚟開始，也會做係人家鳳梨頭嘅蔬菜。好，我們第一刀的話從頭先切下去，然後第二刀的話轉過來，尾巴再把它切平。鳳梨米嘅蔬菜。啊，然後把它立起來之後比較不會滑，好，比較安全，然後就開始切。好，要怎麼切才會切得漂亮？漂亮，還有肉。好 ，OK。可以切得太厚。一般刀子，一般很多人都是用壓的。那切起来肉就會不漂亮，像我這樣切下去的肉就不會漂亮。那你就左右稍微拉一下，那會很輕。像鋸的，對，像鋸子這樣啊，慢慢，好，這樣很簡單，你不要用壓的。很多人不知道，太力就做唔得。鳳梨有稍微有圓度，那你用左右可以，你去調整它鳳梨的那個深度。還有你那個寬度，一次大概多寬？好，寬度的話，你就差不多。不了解的人，差不多2至3公分，慢慢削。你一次削太多的話，變成方形的。對。好，那你就差不多2至3公分，就左右拉一下就 OK 了。好，你就這樣左右拉一下。好，那削出來的鳳梨就很漂亮。好，那如果還沒有削掉的地方，你就稍微用刀子再稍微把它削掉就好了。嘿。好，這樣就很乾淨了。好，故作倆林先生，平常你大概有沒有算過自己削一顆鳳梨的時間最快？我沒有算過，因為有時候在市集，就是一般我們在市集在教育客人，一般會跟客戶聊天，所以我沒有在比速度。所以就是基本上把這樣子的一個方式教給客人，讓他們回去以後也可以自己來料理。那一般來買鳳梨的時候啊，問最多問題的是什麼？是削鳳梨嗎？是什麼樣的鳳梨好吃？什麼樣的鳳梨好吃？對，然後重點它的熟成夠不夠？然後像有機的鳳梨，它很像我們的鳳梨的特點，我們要種1年半。那外面的慣行的龍華的鳳梨種它8個月。所以說我們的鳳梨第一，它纖維很細，然後絕對不會咬嘴巴。然後不然外面的鳳梨很容易咬嘴巴。那現在我在市集賣的，現在又有一個很大的好玩的地方，很多媽媽為了買我的鳳梨，去削鳳梨皮，熬水給小朋友喝。為什麼？因為它裡頭有很好的營養成分在裡頭。然後削出來的皮，它回去刷一刷，然後去煮水。煮水之後，然後把皮過濾之後，那就變成湯底。那也當開水喝，也可以做煮湯的湯底。所以我們整顆的鳳梨都有用途哈，不能就是可能皮削掉了就直接丟掉，真的是浪費。對，然後還有，譬如你炸東西的時候，你削出來東西，你放肉也好，皮也好，炸東西的時候放下去的話，炸出來東西特別香，特別鹹，因為它鳳梨酵素有辦法分解裡頭肉質的
成分，所以炸出的东西会更好吃。嘿，那像它这凤梨罐的话，还可以一个用点，像我都会教客人做盆栽。哦，按样型哦。哦，嘿，像这个的话，我就教客人就把它这样拔起来之后，是，然后这个拔掉，这个拔掉之后就有根点，然后泡在水里，1个礼拜它就会长根了，就1礼拜浸到水都读1礼拜，对，用干的呀嘿，对，就泡在水里，整个泡在水里，对，它就会长根，然后它之后就可以种在土里面，对，哇，亚洲以后诶，这个凤梨罐就是可以绿化，那凤梨皮要丢掉的，一般外面你买得到的要丢掉的，那你们不要丢掉，你就回去把它刷干净，用牙刷把它刷干净之后熬水喝。哦，安样型哈，好啊，凤梨肉的话，你可以直接吃，或是像我的话，就把它切成整块之后，吃不完的我放冷冻。放冷冻。对，然后像我早餐的话，把凤梨当做边块用，已经整块了，然后我把它当边块，然后我跟燕麦啊、牛奶打浆就当早餐喝。哇，哎呀，都有凤梨，就很快速的早餐，我的早餐就2分钟、3分钟，因为像燕麦又很方便，然后像有当季的水果有香蕉，我再加点香蕉啊，加像香蕉啊、柠檬啊，就加点一点下去，那就很丰富的早餐。哎呀，很好。那我想再问一个问题，凤梨的心你通常怎么处理？哦，你问得很好。像有机凤梨的心是直接要吃掉，因为最高的凤梨酵素是在心的部分。很多惯性的心因为太粗，所以说一般叫他们切皮之后，一般的卖家就会把心削掉。但是有机凤梨千万心不要除掉。就把一起吃掉就好。它吃起来像脆梨一样，很脆、很香、很甜。哇，真是的吼！因讲糖体点太高，按用来烧鸡了，好像前面有下面有个较清楚掉的吼。因讲凤梨心嘛，迄讲有机的，按就做得直接拿来食，韩国几个酵素，嘿，十分丰富的哈。好，而且亚洲食凤梨太高来老太家做示范，韩国人也下做技术来问，在用啊。所以头先就讲到呀，凤梨啊，吼，凤梨皮啊，做得来煮汤。煮茶色，养一天时间真是以后呢哈。我唔错，最重要都係安尼鳳梨一定要有機嘅。你愛係，而有機嘅鳳梨，亦是得做啊望一般的鳳梨皮，伊攏有農藥殘留。係。啊，所以都要用鳳梨皮。唔係所有嘅鳳梨都做得咯，哈。係。啊，嚟皮是煮雞肉湯。皮咩做得拿來煮雞肉湯？唔係按一般用呀鳳梨醬當做嘅。啊，嘛是得，也咩做嘅？呀鳳梨皮咩做嘅？拿來冇。那個是個清淡。哦，嗰冇鵪鶉嘅，啲啲嘅鳳梨嘅米絲，啊，那是個蔥，吼，啊，唔是咧煮茶，哦，啊，年咧是看平常安尼啉，吼，啊，個硬是咧做火鍋嘅湯底，